到河南人我要么去弄南滩的分享和别人探索领域嘎，我好多个地方要多的人弄我这张车辆嘎。张车的话其实就是主短就是讲4驱功能，它2驱功能。那你张车的话，如果你对这个路况没要求的话，或者你给老的没安乐给了保热给了的话，就完全可以考虑这样，这个比较划算。就算是没做4驱来着，要做够2万脚踩脚，最高配来着够8万脚踩脚，所以比较划算。没得张4驱这种的呢，这么的害惨。然后呢，你还没2驱配置还2驱的话够1万多做够2万多就可以没做。然后要张中大型的像制作 SUV， 然后这样说呢还配着给你行李脚的，你要唔要这的啊，或者说唔要的旅游的嘎，就可以就说配了车的行李脚，你就可以等模式了。你要说的就可以舒畅的，也知道找好去熟的嘎。然后当前的话，它的内饰的话还要给你比较高配的815芯片，然后用的要最终芯片，反应比较软，然后你音响效果老是这种就是 KTV 那种感觉嘎完全就没问题。然后后来的话，你这个配置的全部要最终的配置，环保度的那也比较高哈。感兴趣的话到私信我了解下详情嘎。